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下面张伟民。咱看到国民党党产红冻结吼，这个全大会头顶就党代表来主张讲，应该向民进党政府讨回国强国宝，甲门票收入哦归复国民党啦吼。不过咱嘛看到个宋真昌院长就讲哦，这个国家的物件原底就属于是台湾人民啦吼。嘛看到讲，这个国民党主席伊安怎讲啦吼？伊讲吼。真正这是党代表个人的这个意见尔啦吼，但是伊嘛讲哦，这代表国民党唔是一言堂吼，但是纯粹是伊家己个人的这个意见。咱们要回顾一下，这个党代表伊是安怎讲的吼？伊讲哦，这个国强博物馆内底这个文物哦，唔是台湾的哦，是国民党所砸来。另外咧，伊讲啥？只要抗争啦、叉叉的、闹闹的，这个门票的这个收入，就当归复国民党啦吼。啊，只要有收入，党有收入，安尼就好啊。伊嘛讲吼，搁一摆互因。来压一遍，已经在压嘛吼，就来压一遍。另外咧，这个党内都无共款的这意见，咱看到讲吼，台北市议员张书光安讲，伊袂当代表国民党啦吼。另外咧，咱看到这个金门的这立委陈玉珍嘛讲，国民党应该放下一切啦。咱头拄已经看过这个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的这个意见啦吼。所以透过今日，咱就要好好来讲着吼，尤其伫咧这个大法官嘛做着一个细宪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整个来看，国民党这个党产者安怎来去处理？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这部电视来邀请咱的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到不动党产处理委员会兼任委员李福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委员你好。第二位来宾邀请到英社理事长黄地勇。主席，大家好。虽然等下各有另外一位来宾哦，伊是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黄祖铁哈。首先，我想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委员哈。其实咱嘛看到讲大法官已经做释宪了哈，但是咱看到这个代表安尼这个讲话，敢有适当咧？是。其实这届国民党的台南市的这个党代表吼，这个单代表，伊的看法吼，其实反映出国民党70几年来吼，有一个足奇怪的观念啦吼，就是讲国民党欠钱的时吼，就想要甲政府摕啊。OK。看政府对有通有法度通摕到钱，事实上是国民党欠钱嘛。所以过去70年前，蒋介石咧做国民党的总裁的时候，其实伊的想法嘛是安尼。因为国民党即马饲，国民党包山包海啊，饲足侪人啊，伊下骹手有足侪上千上万的即个党工嘛吼，所以我要付遐侪薪水，搁要饲即个办公室，我都爱足侪资金嘛。国民党事实上你若靠党费敢若靠党员的党费，你无法度倾到遮侪资金嘛。所以70年前国民党就是伊的想法，就是我着想办法为国库看。队伍空胖啊，还是讲我着直接叫党库拨钱出来啊，来饲阮的党工嘛。国民党过去的想法一直都安尼，所以我即届听到即个单代表即个讲法吼，即届想到就是要去摕故宫的即个门票啦。故宫看收偌济钱，要作为国民党的党因的党产啦。其实这伊的思考的方式，甲70年前一模一样。所以阮即届即个党产会成立4党外嘛，党产会的目标吼，就是要甲过去70年来食东食铁国民党食东食铁食啊侪物件，你总是爱行嘛，总是爱互台湾社会互即个国家一个交代嘛。我想这是基本上就是党产会成立的目的。咱为即个国民党的党代表的发言，你会当看到，国民党内底其实也足侪人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啦。有影啦，咱嘛看到讲过去吼有这种这个言论的出现，其实是4当前，咱看到迄当阵哦，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条，伊嘛有讲过类似的话啦，他讲吼，这个国强的这个国宝真正是吼因砸来的吼，咱嘛看到讲真正这个部分，还有黄金的这个部分，咱等下这部电影好好来讲吼。但是伫咧全大会安尼的建言到底有适合无？咱嘛看到因党内吼嘛是有一寡讨论，然后先做回来看。国民党初六召开全大会，党代表陈立旭就台发言，向党中央来发声，希望讲会当硬起来，甲故宫博物馆内底国宝讨回来。因为认为讲这挂国宝是国民党当年对中国早来台湾的，所以故宫应该甲门票收入归予国民党。
针对这件代志，党主席江启臣认为讲，迄是个人的意见。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各界物件无属于倒一党。昨天其实，在会场并没有讨论这件事情啊，这纯粹是我们党代表们他们个人的一些意见跟看法。我们很奇怪，台湾国家的东西是属于2300万人，不是属于哪一个党的，所以国民党的代表在他的大会里面讲的话，我们不予置评。因为国民党的东山区不当东山委员会冻结，9月份了后，国民党在面对无现金他用的状况，为着要来补财务的空棚，江启臣必须在年底进前募款资金1亿2000万。国民党目前的财务状况，甚至是连党中央的处税都强要付不起。虽然我们感觉上有10亿多，但是我们真正能够用的才多少？才5亿多而已，中间有6亿多是被冻结的哈。国民党的党产在民进党的这个追杀底下。好，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重新的考量。党中央的部分，这个目前我们也还在做规划当中啊，但是以目前国民党的财力跟财务是绝对没有办法支付这么高额的一个租金。江启臣坦白讲，正在找找新的地点，准备要搬厝来消透财务的压力。伊嘛利用中评会向党内头人报告改革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国民党党产遭到这个冻结了后，自9月开始都无现金嘛，所以咱们看到讲党主席江启臣伊是按照差不多1.2亿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欠扣啦吼，但是真正的这个党代表这个发言吼，其实嘛是引发着真侪讨论吼。咱嘛看到讲吼，随着这个不动党产委员会伊安怎讲咧？伊讲吼，哇 ，I'm not yours， 我唔是你的啦吼，尤其是国光的这个国宝吼，这个是因这个面册头顶所打出来国宝。那是这个党保啦吼，真正是袂当吼，该化作是相像的、相共款的啦吼，所以伊请停止着党甲国，你都要分得清楚，规范其他的不当的这个党产吼，落实着啥咧？转型的这个正义啦吼，所以遮嘛真正笑亏啦吼，有人讲吼老的啊。听讲有人要甲咱吼带去到这个北地路这个二段吼，就是讲国民党的这个咱讲即卖现住伫遮啦吼，咱讲即讲人家吼想要吼住伫咧这个外乡溪吼，遮伫遐吼好好伫遮养老安尼就好啊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律师啦吼。其实咱看过这个过去有这个实名的这个心态，继续咱嘛看到讲这个党代表这个身躯顶，也会当看到这个实名的这个心态伫咧吼。确实吼，拄则主持人特别讲到讲市民的心态，就是讲即个党代表吼，即单党代表是台南市的，伊所讲的讲即国中内底所有即个国宝吼，应该是国民党砸来，即就凸显一件代志，就是讲现主席甲现主席为止，已经21世纪，国民党的内底党代表，或者是党员也好，伊会思考共款是党国不分啦，就是讲过去国民政府所做的这行为，不管是伊摕啥物所谓国宝，或者是讲伊安怎去做经营，安怎分配钱给国民党，伊拢讲迄拢是因的，因的思考就是党国部分，就讲理论上国宝是国家的，伊嘛甲伊讲，迄是国民党砸来的啊，所以算伊的。为什么即马即个不动党产条例内底要去做即个处理？是讲过去的不动党产爱做处理，是因为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吼，看无讲有一个政党会使有遮尔多的钱，不管是美国咧看还是德国咧看，一个任何一个政党吼无遮尔讲几百亿亿来亿去即种钱。因政党正常来讲有啥物钱？其实咧即个不动党产条例，即个党法官解说讲和宪，即个解说内底有特别讲嘛，就是讲对每一个政党来讲，即个民主国家内底公平竞争是非常重要。所以政党会使有的就是头一项政治现金嘛。你若有人支持你，因为你的理念真好，有人要支持你，照政治现金法捐款互你。第二项是啥？党费嘛，你有偌济党员纳多偌济钱互你，这固定的。第三项是政府的即个相关的选票的补助，因为政府会对国内的即个政党有一寡补助。除了这3项之以外，吼，你任何政党拢相像，袂使去做一个经营。国民党甲现主席已经21世纪过来看，转来看，即个党代表所讲的是啥？原来故宫的即个内底所谓国宝吼，是国民党是认知共款是伊的，伊要内底继续经营即个企业呢。甲即摆伊搁要经营企业，是讲我这边要卖门票，卖门票算我的，我政党共款要继续经营企业，这是非常罕过的。所以为什么伊的党主席吼，江启臣经讲，这是个人意见，因为伊即个江启臣是留美的啦。
伊嘛知影美国的政党吼无咧经营企业的啦，无咧做这个生意的啦。政党毋是做生意，政党是踮咧民主国家内底，大家讲理念，理念若好，人转票互你，你会使去经营这个国家，毋是互你经营个人的生意或者政党的生意。所以踮咧遮国民党的这个党代表所讲的话是讲，国民党甲过去这个。几若10年来拢相像，是讲我要赶快要经营企业，所以门票我赶快要甲你收入，这是非常罕过的。江启臣主席踮咧遮讲个人意见吼，其实就是一个切割啦，就是讲切割这一个人的无，但是这嘛代表一件代志，就是讲国民党来甲现主席为止，为什么这个东山条例大法官解释刷了后，遮尔侪国民党的人挡袂掉，开始黑白骂。重点就是讲伊无法度接受讲伊几若100亿的钱全会无去，但是伊无法度去理解讲现主席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咱不管讲德国、法国或者是美国，这所有民主国家拢是基本的观念是，所有的政党吼，咱的理念上做竞争，毋是咧。这个经营企业，也是讲趁钱上做竞争，所以所有的民主国家的政党吼，拢无种一来一去的钱，因有的就是讲我有结果，就是我给你争取你支持了后，用政治现金的规定，你会使捐款。除了这之外，任何政党拢袂使讲我今仔要去卖门票，我要去做啥物生意，包括讲我什物一早什物中投公司啦，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司咧做经营啥物投资，这拢唔对，拢唔是政党正常的国家的政党会去做的，所以国民党。即马用不动东山条例了后，伊等于切一大条，几若100亿的钱，伊本来是走去公司的嘛，走去妇联会的嘛，走出去才的钱去互即马咱的政府讲，啊，咱因为转型正义，你钱这爱害互国家。因即马挡袂掉，甲你讲，大法官内底开始黑白骂大法官。即马讲因找无钱啊，要安怎？伊甲即个头壳吼，动去讲啊，迄个国宝吼，我要甲你讨，这是罕过的代志吼，敢若国民党会发生尔啦。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讲着吼，即个东山即个部分吼，应该是徛伫即个政党公平、即个竞争的即个基础。你若是理念吸引着人吼，人才互你政治现金吼。尤其咱要搁来请教咱的即个委员吼，你的过去吼，就是专门咧研究讲即个国民党东山取得有一个类型的即个分。差不多5大类型啦吼，啊，咱先回过头来讲吼，亲像这国强也好啦，还是黄金也好，你的观察是啥物？我想讲，咱应该甲一寡物件吼，解说也清楚，啊分也清楚。是，哦，像国强哦，博物馆，伊甲这个宝物为中国大陆炸过来，啊，迄伊代表的是政府，因为国强吼，伊是政府的机关，所以伊甲伊的保管的物件为中国炸过来，这是中华民国政府哦的行为。OK。哦，啊，像比如讲另外一个，我拄啊主持人我讲到的，哦，就是迄个国库的黄金，国库的黄金事实上是财政部咧管的。哦，啊，当然是放伫理论上是放伫中央银行啦，吼。啊，1949年事实上嘛是中央银行，哦，迄阵的总裁叫余鸿钧嘛，吼，伊为这个大陆甲搬过来，哦，所以讲，咱拄啊讲到的国强也是国库的黄金，事实上拢是属于全民的财产啦，因为这是国家的嘛。是。啊，另外讲到国民党的东山，哦，国民党的东山真正是讲起来落长啦，哈。不过上重要的一个观念啦，国民党来台湾的时，讲实在，国民党来台湾的时是逃难过来的，因为甲共产党战争失败啊，两手空空过来，来百外万人啦，啊，毋过有炸什么来？事实上无嘛，啊，因无物件炸过来，所以我简单讲一件代志嘛，要开会，国民党要开会，咱都免办公室咯，啊，办公室要去倒退。啊，上简单就甲国家摕啊，是啊，所以我想今仔大家拢有当时拢经过中山南路11号迄个张荣华基金会嘛，张荣华基金会，我想足侪有一寡年纪的朋友拢会记你讲，以前是一个古色古香日本时代的建筑物嘛，是，迄事实上是日本时代即个红十字会病院啦，红十字会所在啦，啊，迄事实上迄是咱讲迄是日本的财产，日产哦，日产，照中华民国的法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哦，日本的财产应该是由政府来接收。啊是安那1949年了，迄栋楼仔厝才变做国民党的中央党部。OK， 哦，这是我简单讲，像这个代志就是啊，事实上，咱你讲的这个日本人留落来财产哦，比如讲我搁举一个例啦。你会较侪朋友就是跟你讲，以前伫即个仁爱路甲建国南路
迄个十字路口，是哦，迄阵有两栋足大的迄个楼仔厝，哦，一个是中央广播公司，中国广播公司，是，一个是这个中视，中国电视台，啊，即马变做地保，啊，卖出来钱咧，小港迄块地吼，迄块地甲迄个厝，事实上是属于这个以前伫日本时代是迄个广播放送协会，哦，迄就是讲，那像日本的 NHK， 英国有 BBC， 哦，迄是国家的广播电台，啊。小港的道理，1949年了，啊，迄块地甲迄个老厝才变做中国广播公司的，啊，中国广播公司事实上是国民党的董事嘛，哦，伊党营企业嘛，啊，这个代志是安发生的，哦，这个奇怪啊，为啥国家的财产才变做国民党的党营企业的财产？是啊，上罕过的就是1998年还是1999年。啊，煞卖掉，卖下迄个邦桥的建设公司，啊，煞起地保，哦，所以像这就是国家的财产，啥经过国民党了，才变做伊较卖掉啊，赚百外亿，哦，所以这个问题讲实在话，这是东山会即马爱处理的。咱来去追究嘛，追究讲这个物件是为国家的财产才变做别人的，有影啦吼。所以继续来请欢迎咱的这第三位来宾吼，咱是这个欢迎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啦，黄祖铁啦，主席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嘛看到吼，咱头拄来讨论就是讲吼，这回这个国疆这个代志吼，国保是咧东部这个部分吼，这是咱看到这个不动东山会所处理的这个一篇这个咱讲Facebook 这个大文吼，但是这个引发到这个事件是咱的这个党代表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这个党主席已经有做一寡回应，纯粹是个人的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讨论就讲，这东山部分到底安怎来去处理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另外咧吼，就是这个部分哦，伫面册顶就开始有一盘这个论战啊吼。这个国民党科技会吼，伊就讲吼这个不动东山这个处理会啦吼，你到底是属于倒一个国家？咱嘛看到讲吼，我叫是讲咱是共国的啊吼其他也是讲贵会，还有新有这个其他这个所属啦吼，咱嘛看到讲国民党科技会，伊讲不动东山处理委员会哦，应该是讲你是共一国的，还是倒一国的吼，这个部分就引发着一个论战啊吼。咱安怎去看？咱先回应讲吼，江启臣主席已经有讲过啊吼，就是讲这个部分是伊纯粹个人的意见。咱再来讲到这个不动东山处理会即阵上新的这个进度。无毋对吼，就是讲咱国民党这个全代会吼开会吼，有一寡咱的党代表吼，确实有反映讲这个故宫的门票吼，是不是会使做变成咱这国民党吼在运作这个基金吼或费用等等但是第一个就是讲，这毋是这党中央吼的立场这是个别吼，这党代表吼伊反映的啦吼。当然我个人是较无认同啦吼，因为咱故宫咱即摆就是国家的嘛吼，你讲迄收入要做国民党的吼，我感觉这小可嘛讲袂过吼，讲袂过嘛真奇怪啦。OK，所以讲他们讲国民党嘛毋是一言堂所以讲有这个意见吼，大家就参考但是吼，伊这绝对毋是咱国民党中央的这个论调的主张所以讲这要分得清楚啦吼。但是你讲到底是国民党的国家的我提出一个想法譬如讲，咱这个啥民进党过去的副秘书长徐家清咱会记的，较早伊咧讲这个823炮战的时阵伊讲这个炮战是这个国民党甲对岸甲共产党的战争甲中华民国无共，无关系，对不对？其实咱事实上。咱也无关系，这个战争当然嘛是中华民国甲咱对岸这一个战争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讲你这有当时你要切割有当时你搁要连做伙所以讲咧这个代志当然要有一个立场要清楚我坦白讲，咱这个国家过去咱在处理讲这党产，它有伊的历史的背景当然即马坦白讲，民进党执政了嘛，成立这个党产会嘛要处理这个代志。国民党的立场真简单阮党主席江启臣伊嘛讲就是讲这个党产的确要处理，确实要处理，但是国民党的立场就是讲你保留应该爱保留的包含国民党有一寡迄个党工伊的迄个退休金什么的这部分爱保留其他国民党愿意捐给这个国家做公益使用嘛所以讲当然即马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讲即马。这大法官会议嘛解释过坦白讲，这就要照这个制度行虽然国民党不管你欢喜也无欢喜，
接受也无接受。 OK 啊，就已经大法官已经实现啦吼。就已经实现啦嘛 OK 吼，啊，所以讲即马就要照步行，但是总是咱爱讲道理啦吼。但党产会在要立法的过程，这讲个真长啦。OK，咱等下有一寡历史的这个回顾啦吼是。啊，先来个回归头来讲到，拄则咱讲的这个黄金也好啦，是讲各疆的这个部分。头拄啊，咱嘛讲到这个党代表吼，其实嘛是爱认捌着讲过去吼，这一党内底这个各疆的这个门票的收入吼是无介济啦吼，所以迄当阵是有较算长去吼，国库颠倒了6亿啦吼，所以。对，吼，这个国疆其实还有淡薄了解啦。啊，咱嘛头拄讲，啊，过去这黄金，咱嘛讲到4当前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迄当阵吼，国民党的这个主席是这个洪秀条啦吼。这个阿条子啊，伊是安怎讲吼？迄当阵嘛是到这个顾立雄吼去做一寡这个言论的这个对象。迄当阵讲到啊，这共款的国疆物件是阮国民党砸过来，啊，另外嘛是讲到吼，这个黄金嘛是遮砸过来。啊，历史安尼看起来，其实阮做一寡整理吼，若是讲唔对，这个教授再来补充吼。咱看到这个1950年代这6月时阵哦，中央银行这个总裁伊是讲吼啊，差不多这个黄金有这个375万外两啦吼，甲迄当年这个5月底吼啊消耗掉差不多321万外两啦吼，剩54万两尔吼。啊，实际上敢若375，毋是咱所讲的这个800万两的这个黄金。另外咧，这个蒋介石吼，这个时装官吼，啊嘛是前主计长吼，伊叫做周鸿涛。伊讲咧，早来这个黄金哦，迄当阵是落到这个60万的这个军人的这个这个月级啦吼，所以伫第2年就拢用了去啊。到底是毋是安尼？咱先搁请咱的这个委员吼，是安尼吗？这个问题话头长啦吼。毋过我先来介绍一本册啊，这本册叫做我今仔早找来，是叫《黄金档案》。这个册作者吼，黄金毋是伊搬的，毋过是因老爸搬的。伊事实上是替因老爸写这个回忆录，写这个回忆录。啊，伊这本册咧主要写啥？啊，因为因老爸迄阵吼，这个吴成，这个作者吴成，因老爸迄阵是这个国防部的财务司长啦。所以事实上，这个搬黄金这件代志，事实上就变做因老爸的工课啦。虽然讲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提出这个命令，毋过是国防部来执行。OK， 所以因老爸事实上。而且不止这个黄金吼，所以即马这个吴成就写这本册来替因老爸讲这段历史。事实上这个黄金嘛，毋是一届就搬过来，分3届，分3届才搬过来。上尾一届，第3届就是迄个4月底1949年的4月底，上海伫要起啊共产党占去的时阵，上尾一批抓搬过来，差不多890两，890万两安尼。所以按照这个吴成的统计啊，我认为这本册的统计应该是目前上精确、上准的。伊的统计应该差不多到375万两遐济。所以拄啊，咱这个图卡吼，这图内底讲的800万两是子虚乌有啦，无事实上无遐济啦。于鸿钧讲的375万两5万外两，差不多。了，事实上伫1949年。检察院迄阵做过一个调查，迄阵讲390万两。是，事实上差不多啦，差无介济，因为事实上按照这个吴成写这个黄金档案，迄阵除了搬黄金过来之外，佫有搬白银、银，也佫有这个美金，国库内底藏的美金，所以到咧，事实上应该是超过400万两啦。若是讲拢换做黄金，迄个价单应该超过400万两啦。毋过咱若敢若顺。简单讲黄金的话吼，这内底讲的375万两，应该是较精确较正确的数字啦。OK， 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黄金的部分，也是讲各疆这个部分吼，已经是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啊吼。所以咱即马爱向前行吼，政党嘛爱向前行吼。咱继续要来看讲吼，这个8月底的时阵，咱嘛看到讲大法官已经实现啦吼，实现的结果，咱先做来看。政党甲基辅税组织不当处置财产处理条例伫2016年7月份3读通过，行政院依法设不当动产处理委员会，进行政党对民国34年以来不当处置财产的调查、反省、对定等等的代志，引起国民党不满。若是顶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因为审案，认为动产条例有违宪的记录，声请大法官来解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伫2月下晡4点结果出来呀，动产条例全部符合宪法。将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并同前段现由政党实质控制之法人、团体或机构，
均纳为党产条例的规范对象，与宪法第7条平等原则上属无违。又附随组织虽然已经脱离政党的实质控制，但其既然是以非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之实质控制，则在不足相当对价之范围内，实质上仍拥有不当取得财产。东山条例引起争议点的第2条、第8条、第5项，还有第14条，规定依法律未该规范东山条例，而且说东山会。而且东山会无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限制，还有调查权甲强制处分的权利。大法官认为讲，并无违反权利分立的原则。司法权并不会因为党产会做第1次的这个判断而受到侵害，那也不违反刚刚所讲的这个权利的这个制衡。若是东山条例第4条第1项定义的政党，是讲伫咧民国76年前以相关规定所成立的。国民党认为这违背个案禁止立法的原则。毋过司法院秘书长是表示，因为国民党过去有长期主导国家的优势地位，而且有大量的资产，其他政党伫咧较弱势的竞争地位，所以这个条款符合平等原则。国家仍然应该采取匡正的措施，来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的环境。才能确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若是受到真济讨论的东山条例第4条第2款的规定，涉及违反不属及格往等等的原则。毋过大法官回应讲，条例设立涉及宪法上重大的公共利益，所以有符合宪法的正当事实。司法院嘛强调讲，只个干那对争议条款做出适合，其他的部分是无伫内底。记者综合报道。现在针对这个结果吼，到底是有满意无满意啊？咱头拄这个主题嘛有讲到吼，这个是可能爱照常落去做啊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规个这个争议，也是讲规个这个背景嘛要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啦吼。咱看到讲不动东山这个定义吼，甲这个咱讲大法官这个解释这个字第793号啦吼。不动东山的这个定义就是讲吼，政党若是违反着这个政党的这个本质，也是讲吼，甲民主法治的这个原则吼是行无共路的吼，也是讲吼家己，也是讲这个附随组织吼取得这个财产吼。啊，这个东山会认定是中国国民党爱还这个国家768亿啦吼。8月28日，咱头拄伫新闻底嘛有来看到，就是讲这个4字第793号啦吼，伊是安怎讲的？讲背景有这个妇联会啊、中道啊吼、新儒台、国法吼等等遮的这个组织吼，无获吼这个东山认定甲这个附随组织，因为因向冻结着因的财产吼，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吼提出着这个诉讼吼。审审的这个7名法官吼，即为这个东山条例，哎呦有违宪哦，所以就申请着这个释宪这个部分。啊，结果是啥物？东山会无侵害着这个司法权吼，针对国民党有理，也是讲吼，这个部分是附随组织的这个定义是真明确吼，所以追讨着这中国国民党甲伊附随组织不动东山的这个合宪吼，咱先请到咱的这个理事长啦吼，咱安怎看讲这回这个大法官的解说啦吼，咱等下一点一点过来甲说明这个，先请你来说明。应该安尼讲吼，大法官解说合乎即摆的宪法吼，合宪这个部分应该是真正常啦。为什么真正常？因为咱其实台湾去学德国的做这个转型正义，咱去学抄德国。德国踮咧顶一世纪有一个叫做独立委员会，伊去处理着东德共产党的即个财产。啊，伊嘛是因为讲当初时即个东德共产党，因为伊在掌握国家的权力，所以伊摕到国家的权力后开始去经营，所以伊嘛足侪钱的。德国迄个时阵，因为要民主化，伊迄个开始要做民主化了，去处理着伊的东山。台湾其实踮咧遮去学德国的制度吼，较客气。我讲为什么较客气？因为德国当初时要处理着东德共产党吼，伊甚至乎因的即个独立委员会有即个敢若检察官的权，伊会使去收诉，会使去扣押，伊互伊即个强制处分权。所以咱台湾其实就客气是讲，咱敢若一部分用行政调查权，咱台湾的东山会吼无即个强制处分的权，无参像检察官的地位。咱踮咧遮比德国较客气。第二项是啥？咱台湾咧处理转型正义吼，咱的东山条例相关的即个转型正义的法律内底，无处理到刑事责任的追究。为什么？因为踮咧德国的处理，伊是讲伊的即个刑事责任，你若过去做即个威权的拍手，你甚至去做即个独裁的军官、法官等等，伊会使去追究伊的刑事责任，而且无即个时效的问题。所以你会使看。就讲在2016年，德国有一个案例是讲，一个老兵95岁啊，伊去法庭去用起诉，这老兵是讲，因为这代表一件代志，伊无时效的问题，伊起诉是刑事责任的追究。伊去甲起诉了后，迄个老兵，我讲德国转型正义做了真彻底，是讲因的法治教育嘛成功。迄个老兵伊当初是做即个纳粹
的这个守卫，啊，这个守卫伊讲啊，伊起诉伊帮助杀人啦，就讲伊做守卫，这个老兵的律师吼，拢替伊辩护啊，伊讲啊，迄个时代伊也无杀人啊，伊干那徛喺外口，伊拢唔知影啥。但是我讲为什么德国转型正义的教育足成功？迄个老兵当庭。甲即个家属会师的哦，伊讲我知影我过去咧徛卫兵的时阵内底咧杀人，但是我知影我做唔对，我甲恁家属会师的，我认罪，所以伊判5档。伊95岁判5档，拐出来1包，所以德国做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德国的例。我讲咱台湾的转型正义吼，其实较客气是讲头一项，我讲咱的东山会吼无宣受检察官的这种款，人德国有哦，咱敢若抄一部分做行政调查尔。第二部分是啥？咱敢若追求财产尔，咱无追求刑事责任哦。咱的这个追诉无追求追诉。美国吼踮咧旧年，咱知影讲为虾米要讲国际案例？美国吼，伊其实无这个所谓转型正义的法律，但是美国对转型正义的尊重是啥？去年美国的这个法院，因为有一个老兵96岁，德国要甲讨讲，这个老兵吼过去嘛踮咧做违反的拍手啦，我要甲伊抓转来审判，这代表无追诉期的问题嘛，就是突破时效，我要抓伊转来审判。美国吼，伊的观念是啥？这个就原则嘛，大国，所以你只要是我的公民，我拢无要互引导，我的公民，伊看到这个人已经德国人虽然来美国了后摕到美国籍，伊详细甲看了德国来的文件，讲这个人曾经做这个纳粹的这个兵，你美国吼踮咧遮尊重转型正义，伊甲取消伊的公民权，你讲伊这签证插旗，甲人引导登去德国继续审判，所以你看到德国甲美国人咧做这个转型正义的追究，是非常的彻底，刑事责任嘛追究，咱台湾现主时做了非常客气，所以大法官踮咧遮解说和宪吼，其实拄啊好尔，其实拄啊好尔，因为甲德国比起来，甲美国比起来，台湾做了较客气，已经较客气啊，无可能违宪啦。所以简单来讲是讲，不管是伊踮咧内底讲啥物违反法律保留啦、宪法保留啦，这会回过吼，其实咧德国拢讨论过啊。德国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摕来照抄吼，咱嘛绝对是合宪。咱甚至连这个东山会内底连调查的这个检察官的地位都无，所以咱较客气的这个转型正义绝对是合宪的。是啦吼，所以咱嘛看到吼，继续要来请教主题啦吼，咱的这个主张吼，亲像讲我念一下吼，亲像第一点就是讲这东山会无受到中央行政机关哦组织基准法的这个规定甲限制吼，这是咱国民党所提出的。啊，佮讲到这个东山会用听证的这个定数哦，取代法院这个用这个司法的定数。决定这个财产权的这个变动吼，这拢是过去咱针对着哦，咱讲要讨这个东山的部分，咱所提出来啊。但是即阵大法官释宪啊，恁安怎去处理咧？对，我再次的强调吼，就是说国民党对这个立场吼是合宪、合法，吼无互阮的这个东山。OK， 就是讲如果吼按照法律吼，这个东山该处理的，国民党会面对会去处理。是，但是呢，这个大法官吼，这释宪吼，这个结果吼，其实吼，阮无意外啦。啊，为啥无意外？因为即马大法官的这个内底吼，主要拢是咱蔡英文总统吼，就是民进党的总统提名的嘛。所以讲，伊这个释宪这个结果吼。但是咱看这个伊提名的另外一位这个大法官，伊是提出着较无共的这个意见哦。咱等下佫请教律师啦吼。是啦，我是讲大方向啦。OK，因为这个释宪结果吼，就是讲合宪吼，这个结果阮无意外啦吼。但是阮爱该讲的，阮嘛是爱讲，就是讲第一，就针对这些个个案吼，就这东山条例是针对这个个案，就坦白讲，就针对国民党啦吼，来做一个这个立法吼。啊，这是不是？哦，合理，哦，啊，当然啦，即马是系免讲合宪啦，为什么？因为已经讲已经解释出来啊嘛，吼。啊，第二，这是一个溯及既往 ，OK， 是溯及几十年进前，哦，这个财产国民党的这个不当财产的问题来做哦针对性的立法，所以讲这个物件吼。坦白讲，某种程度啦，吼，是较歹接受，我感觉哦。但是吼，我就是讲，你回过头来吼，过去咱的检察委员吼，黄方向对不对吼？黄方向啦吼，伊过去嘛做过调查嘛，伊做过2届调查，民国92年、民国95年嘛，伊迄阵的调查结果是讲，拢已经妥善处理啊。OK。啊，坦白讲，民进党即摆佫执政了。再来立这个东山条例，吼，啊，过来处理国民党的东山，吼，会认为，互一般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对杀嘛 ，OK， 对，所以讲，我他们讲啦，吼，我就讲啊，吼，如果国民党即摆东山，吼，会使吼依法来处理，处理了其他就
你著管了做公益，我感觉这嘛是一个对的方向啦，吼。所以讲，但是吼，你嘛会使看到为什么有7个法官，伊咧这个处理这个案的时阵。会去申请释宪，就是伊嘛是认为讲，这摆这法律吼，就中单条例是不是有违宪之余嘛？所以讲你袂使讲啊，这个敢若这个法吼立了以后拢无问题。其实你连承审法官拢认为讲有这个违宪的疑虑，这也再去申请嘛。所以讲这个代志，我感觉啦吼，虽然讲法律给释宪嘛贵啊，吼，但是你后头你安那处理，你还是要针对这个像好人民的观感吼要好啊，不然的话，我感觉这个结果还是会引起很大的争议。OK 啦哈，所以讲安怎避免这个政治对策，咱搁请教委员哈。但是这部分咱先来甲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讲啊，这个成立的背景哈。头拄这个主题有讲到哈，这个成立背景可能有真侪疑虑啦哈。这对国民党来讲啊，但是讲要处理吼，针对国民党来吼，政党甲这个赋税组织吼不当处理这个财产处理条例啦哈。啊，原本就是伫咧8月31号，伫2016年来成立啦哈。那么讲到这个任务是啥？政党啊，遮的这东西，遮的物件吼。爱做一寡调查，也是讲行来国库啦吼，啊对证，也是讲权力的这个恢复啦。但是咱头拄有讲到，唔那是敢那针对着国民党来，还有其他这个10个政党啦吼。另外批评一下，就是讲吼，这个委员背景拢是青顺顺啦吼。啊，伫咧听证会头前吼，这个下楼资讯吼，和特定的这个媒体听证会吼，论作是这个抹黑的大会啦吼。东山会所提出的行政命令吼是连3摆吼，那是照吼做。就是根本就亲像罗马共款。另外这个过去咱讲前总统马英九吼嘛是做过国民党前主席啦吼，伊是讲啥咧？这政府成立不动产委员会哦是违法啦吼嘛违宪啦吼，违法违宪这个代志吼官搁较大嘛无路用啦吼。所以咱搁继续请教委员吼，恁敢真正咧做政治对策的工课咧？我来回答这个副主委拄啊这个讲法啦吼。伊讲这个立法是针对性的立法啦吼。事实上无针对性啊，因为这个法公平是对大家党，即马尤其是有一个时间嘛，当时成立以后的政党全部调查嘛，所以以我所了解吼，东山会4年来的调查，事实上是针对，比如讲青年党这个社民党是事实包括这个民进党，事实上拢做调查，都无度咧，都干那国民党，你知道国民党，因为国民党过去太侪这个问题需要去调查嘛，需要去澄清嘛，所以事实上说变做大部分的案件拢是国民党，啊，毋过你袂当讲别个政党拢无去目掉，这无可能啦吼。这事实上这个法是公平的啦，啊，东山会调查完了公平的啦，啊，拄啊这个副主任有讲到这个黄雄吼，黄雄。较早伊的调查啦吼，毋过我会记这个调查已经要20年哦，应该是2001年、2002年迄阵的调查。啊，事实上黄雄迄阵的伊的调查完，敢若针对日本财产吼，日本人走的时留一大堆厝嘛。啊，国民党来先，甲这厝拢占100外间嘛。我会记是144间。是。啊，黄雄敢伊敢若针对这方面来做调查嘛。是。啊，事实上你若咱各位听众朋友，你若有时间吼去。东山会这个网站吼，去看一下哦。即摆咱调查的迄个物件案件足济啊，包括内容足济，包括为政府收过来的档案吼，新发现的档案。所以我认为讲拄啊指责兄吼。讲到这个黄雄过去20年前，迄过时啊啦，而且即马绝对无够看啦。OK。啊，上尾拄啊迄个因的邱大展先生吼，讲到讲陈顺顺有无？东山会其实我唔是民进党的党员，我甲民进党无一条关系都无。OK 啦。我是学者啦，我是研究历史嘿。我的研究主要是这个。威权统治，蒋介石威权统治甲国民党的东山啦，所以你讲我甲国民党有关系，这我讲袂过去啦。OK， 所以这个教授嘛讲到吼，这个你的研究，这个目标吼，就是过去咱讲国民党这东山处理的类型分析，咱头都讲过，威权体制下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营企业啦吼，这是你研究专门的部分吼，所以嘛是唔是安尼政治对策来啦吼？简单一句话啦，国民党70年来吼，食东食铁啊，即马该行的。咱常常咧讲一句话嘛，
该还的还是要还。 OK， 爱行的你都爱行啊。是，咱继续来请教理事长啦吼。咱嘛头拄有讲到，这个7名法官虽然有疑虑，但是咱即阵有另外这个建议吼，就是不动东山委员会该建请着讲吼，安怎你着申请回撇啦吼。咱遮有列做真济这个案啦吼，比如讲这个中道吼，啊，搁有咱讲拨这个用房地吼，啊是耍互其他人吼去做一寡追证的这部分，真正这个。 法官已经去做这个要求这个实现啊，但是实现的结果嘛出来啊，即阵咱讲吼申请回撇，这是上好的做法吗？确实吼，我先讲啦，就是讲国民党一直在攻击大法官吼，我爱替大法官，包括这个黄宏霞大法官讲一句话啦，就是讲伊咧意见书内底有特别写着，伊是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伊踮咧内底是依照伊的法律良心，伊讲袂使骂伊政治背叛，因为伊认为咧。 政党的公平竞争之下，必须爱有这种机制，会使互政党会使大家公平啦。所以伊的意见书嘛去做一个回应，讲袂使讲伊政治背叛，伊虽然是马英九提名。即届你看意见书吼，即所有大法官的意见书内底嘛有蔡英文总统提名，但是伊是发表无同意见，所以来袂使讲啊，你就一届甲拍落，拢讲这种是政治标，讲这对政治话，这政治，我感觉这对台湾法治吼无帮助啦。国民党做这个行为吼，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我刷来爱讲是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内底有7个法官这个问题，拄则主持人特别讲到。 这7个法官吼，伊过去咧申请大法官解释，当然是因的一款啦，就是讲你依照目前大法官解释37152号解释是讲，法官咧个案咧用这个法律的时阵，你讲法律有可能会违反宪法，我会使暂停这个审判去申请大法官解释。 但是即马大法官解释刷了后，是甲你讲，这甲国际比较起来吼，咱台湾这是合宪的啦。啊，合宪的结果对这7个法官来讲吼，我莫讲这是啥物回避，我莫用政治来思考这个法官。你干那这个人，你过去可能产生违宪确信，这个是大法官解释来在讲嘛。你要产生违宪确信，再会使停止审判，申请大法官解释。我已经感觉这是违宪啦，我确信这是违宪。结果你即马叫我继续审判，这不是为难伊吗？所以这7个法官其实足辛苦的嘛。我念伊，我头前我是想讲这已经违宪啦，啊了后大法官甲我讲这合宪，我讲二度审判，这不是足艰苦的。所以，互这7个人落去休困，正常嘛。所以咱法律吼袂使无考虑人性，法律爱考虑人性。 踮咧即个案件内底，这7个人伊安怎做审判？国民党有话讲，东山会有话讲，政治上有话讲，规气互因落去休困。伊过去踮咧法治上，伊嘛要违宪确信了后，再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甲你讲合宪啊，伊足辛苦的，所以互因落去休困。我认为东山会踮咧遮吼是考虑人性，人性就讲哦，你这辛苦，你产生违宪确信啦。佮即马大法官甲你讲合宪，而且佮比较国际上其他的法治，互你知影。 包括就讲，我拄则讲的，国内嘛有一寡法律，曾经有的，所以每一个所有这7个法官所采取国民党的立场，讲有违宪之余的，每一点拢甲你回应了后，这个法官，这7个法官足辛苦的，伊艰苦嘛，艰苦就互伊落去休困啦。安尼会使，会当接受吗？我刚才回应了，拄啊，李书记有特别讲我攻击大法官，我爱讲吼，我毋是敢攻击大法官尔，我敢过去东山会的委员。我拢攻击过，我爆料过。比如讲，刚成立时有一个委员叫做罗承宗。OK， 罗承宗这个委员安怎？伊过去就违反过著作权法。伊家己违反啊，讲判刑哦，是定谳的哦。这款人要来做党产会，你家己拢做无好，即马要去处理国民党的党产，对不对？讲大法官，我讲大法官，大法官内底有个叫黄水明，我嘛攻击过啊。为什么？因为呢，伊过去呢，伊在这个国际这个法律事务所做律师，伊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的网站安那介绍伊，讲伊是做 casino 专门的律师。你讲这款的律师要来做咱大法官，这刚好适合。所以讲吼，我坦白讲啦，当然这内底有法律的层面，内底嘛有政治的层面。我希望讲政治会使降到最低，吼，咱就讲法。啊，但是呢，这结果较像有影，咱看起来政治的成分是真悬嘛。所以若是讲申请回撇这个部分，恁会当接受无？是，你讲法官，这个法官，不是，我坦白讲，如果吼此例一开，那未来啦，未来譬如讲有申请这个啥市县的这个法官，是不是按原例办理？以后拢爱这个都爱申请回避，是不是安尼？如果那是安尼，我无意见啊。但是如果只有这个案件，那变成是特例嘛，所以讲这里互人民感觉真奇怪啦。李处长，安尼有可能无？那是这个例开去。
阿拜，我认为咧行政法院内底吼，这个咧袂歹哦，因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行政法院法官吼，较无愿意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啦。OK。过去对国民党申请几啊条，所以这真特别是讲伊替国民党申请几啊条。咱莫去讲政治，就是讲伊若申请大法官解释，如果大法官解释是合宪的，代表伊头前所相信讲违宪确信，后来甲讲合宪，伊就莫办这件吼。我认为就不要说只特例啦，其他的案件嘛会使。比较办理啦，所以我认为讲变做制度，我无反对啦，就指责讲。但是我爱安尼讲，就是讲拄则指责咧讲着讲啊，你攻击连伊讲东山会，我感觉你要攻击这人员吼，我无意见。但是我感觉大法官793号解说内底，你袂使讲啊，我全部用政治落去讲。讲这种话，我感觉无负责任。黄凤霞就是马英九所提名，大家袂讲伊是青的啦，但是伊咧内底为什么伊的意见书爱特别苦口婆心去讲？你莫用政治话来讲大法官，伊是马英九提名，你袂使讲伊政治背叛。伊爱看国际上是毋是政党公平竞争内底是重要的价值嘛？所以民主国家政党敢若3项收入嘛，头一项政治现金嘛，你正常你若讲真正有理念，你政治现金嘛，你有党费。是，佮有这政府的补助，除了这之外，其他袂使摕去做生意嘛，袂使摕去乌白投资嘛。政党毋是做生意的工具嘛，这是所有民主国家上基本的这个常识。所以踮咧遮大法官踮咧遮最基本甲你讲，你其他的这个财产吼，都处理掉，互政党公平竞争，这是多数的意见嘛。所以这甲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不管法国、德国、这美国拢相像。这个部分甲国际上是接轨，所以我感觉国民党吼踮咧遮用政治话去攻击大法官吼，真正是无负责任。徛咧国际咧看，其实嘛是真好笑啦。我相信啊，这个国民党应该嘛有咧想新的这个步数。咱嘛看到讲，这个国民党全代会吼，这个重要这个决议的，咱嘛做回来看吼，就是讲过去这个改革的这个路爱继续来去进行啦吼。第一个咱看到讲财源真正爱较稳健的吼，来省一寡这个费用吼，逐年来起这个党费啦吼。组织你都要做改革啦吼，中常委这个任期爱去做调整啦吼，食厝爱减少啦吼，青年的参与两环这个论述，咱等下再来讲啦吼。咱要讲的就是讲财务你都要健全吼，还是组织这改革。有人讲吼，这个届全代会内底，有人讲吼，咱的这个党中央啦吼，伤过头肥，伤过头这个大只啦吼，所以财源这个部分真正吼，可能是另外一个思考的这个方向。咱先来看全代会吼这个部分。国民党全代会在起伫国父纪念馆登场，舞台上几个大字“护台湾、保民主、拼未来”，嘛是这届全代会的主题。当初是江启臣伫地事的时阵，重申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历来关于9·2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皆本于宪法，也因此，我们主张以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延续两岸互动。并寻求互动方式的与时俱进。面对执政党的独断人权，佮有盟军的抹黑霸凌攻势，江启臣特别讲，必须一边对外拍战，另外一边爱对内改革。但江启臣的新两华论述传出有引发部分党内的大佬不满，前总统嘛是前党主席的马英九是替伊咧发声。其实江主席本来就了解，那经过跟各方沟通之后，他认为坚持9·2共识、一中各表。跟我目前国民党跟中华民国的方向完全没有违背。两岸的交往绝对不能够被贴上所谓恶意贴上，所谓的舔共或亲中卖台这样子一个恶意的标签，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这样子一个困境。马英九主理论顶前党主席立场讲同款，要兑现国民党的团结。记者郭庆郭志玲台北报道。其实咱讲到这个全代会吼，除了这个钱的这部分，还个讨论到这个9二共识啦吼，到底是不是国民党要继续遵循的路啦吼？咱嘛看到讲，有的人都开始有印象吼，这个中央委员连胜文吼，伊是讲少年人会接受9二共识，因为吼无人会想要修正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前主席洪秀条伊是安怎讲吼，无表决吼。这个护宪保台决议文吼，非常的这个遗憾吼。另外，这个民进党嘛做出一寡回应吼，伊是安怎讲呢？国民党提出新的这个论述吼，本质上是无新意的吼，敢若是这个旧干仔吼咧底新酒啦吼。咱阁继续来请教主题，你是安怎看咧？咱看到先来讲到连胜文这个部分，伊讲吼，这个9二共识吼，大家会去遵循吼，因为少年人无要去修正，你安怎看？伊应该要讲的是讲9二共识。吼，会使互两岸吼和平，较和平稳定啦。OK， 吼坦白讲，无莫讲少年人啦，你老大人嘛无介意讲两岸吼去冲突嘛吼，修正嘛吼。
所以讲我坦白讲吼，九二共识伫国民党吼，尤其伫2020年的这个选举吼输吼，所以讲呢，阮即届有针对这个调整一下，来做调整啦吼。坦白讲吼，就讲阮是坚持什么？伫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下的9·2共识嘛，所以讲我感觉吼，这个回归到吼，就是讲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主张吼，你已经爱凸显出来。我也感觉哦，这句话啊倒转来看，就是讲如果若无中华民国宪法吼，这个基础你就无9·2共识。安尼要安怎去甲中共讲咧？当然是嘛，就是讲，如果你嘛无法度吼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吼，你若无法度吼中华民国有这个生存的空间，你就无9·2共识嘛。所以即阵对中共有较硬啦吼。唔是讲硬啦，我感觉有一寡立场甲主张吼，为什么？主要是这个大环境变化嘛吼，大家知影嘛，这个习近平吼就在去年吼讲这个1国2制台湾方案嘛吼，你就讲以这个主张吼，这个9·2共识变质了嘛吼，所以讲坦白讲，对国民党来讲吼，这个9·2共识，你嘛爱做一个调整。所以讲才有这届全代会出来吼，有这个结果啦吼。我是感觉坦白讲，国民党泱泱大党吼，做侪人对这个9·2共识有意见吼，有伊的主张吼。但是我感觉这应该是算最大的公约数哦，大家才接受。我感觉安尼如果回到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下，坦白讲，民进党难道不是也是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吗？所以讲我感觉这个是不管是这个党内吼，还是讲我对几个国家。我感觉9·2共识因为大环境的变化，但所以讲，阮爱加强什么？就是你必要确立中华民国的存在。所以讲，我感觉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啦，一个调整啦吼。但是这个调整是不是真正是党内这个主流？你安怎看？既然也在转全代会的通过，这一定是主流嘛。无你就但是咱就亲像这个台南这个党代表讲的。这个内底坐拢无遐侪人，是安怎是代表是全党咧？对，伊是讲无啦，迄个全代会是开规工啦。我去讲个点吼，对他们讲吼，因为全代会，比如讲下道就变分组啦吼，分组的人也较少啦吼，但是你上午的时候在通过这个决议案的时候，其实是几乎都在啦吼，所以讲当然啦，我感觉。党内吼有真侪声音嘛，这代表这党内多元啊。但是我也讲很认真的、很负责任的面对9·2共识的问题来做适度的调整，或者是凸显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我感觉这是对的方向啊。OK， 这个委员安怎看这个9·2共识伫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分呢？我先安尼讲啦吼。咱即马讲9·2共识，这个9·2是什么意思？就是讲1992年啦，28年前吼发生什么代志国民迄阵的李登辉的政府甲这个中国共识，北京的政府有一个安那的共识啦。是。事实上，咱若真正等于看28年前的9月迄阵迄个海基会派代表去香港，甲北京的代表北京迄阵海协会，应该海协会嘛海协会代表伫香港，协商，上尾是破裂哦。咱即马等下28年前，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咱即马等于28年前，你看迄届的谈判，上尾无结果，两方面事实上是无任何的共识，事实上无共识。怎啊走出这个所谓9·2共识咧？等甲咱的代表，迄阵咱的代表叫许会友嘛，海基会代表许会友，许会友等下到台北，都两边都破局啊，无想到北京突然一个传真，是，一张纸尔 A4 的纸传真过来讲恁顶礼拜伫香港内底有一句话，阮接受啊，是安尼变出来。各位朋友，你若有你若真有迄个时间你去。事实上，我家己有写册啦，你去找资料，看这件代志，迄件代志事实上是足奇怪啦，从头到尾拢奇怪啦。毋过我必须爱为李登辉总统讲一句话啦。李登辉总统你操作这个伊的中国政策，还是咱叫大陆政策，是，伊事实上是两手策略。李登辉绝对毋是讲你讲有我就有，无。李登辉一方面是好，你讲有我就甲你谈判，
继续谈判啊！我无想要去甲你讲迄张 A4 的纸内底讲的真诶，你讲的是真诶啊假？我即摆甲你继续谈判。是啊，另一方面，咱卖袂记你一件代志。1993年，就是这个1992年香港会谈的第2年，李登辉马上推动重返联合国。所以事实上李登辉伊是2手策略同时，你进，一方面甲北京咧谈判，另一方面伊派伊的代表苏志诚嘛，去香港甲江泽民的代表叫曾庆红秘密会，那个密使嘛，那个两岸密使会谈。第3方面，由立法院黄祖文立委提案，推动这个重返联合国。所以李登辉伊的中国政策甲伊的两岸政策，事实上是足侪物件做回来，就是讲北京你要给我偏，我嘛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要甲你偏。所以咱讲到这不是讲啊接受人的物件咧。所以我真正苦劝即摆的国民党，好好去看28年前李登辉是安怎去操作伊的大陆政策，唔是像即马咧因讲啊啥，咱就安那。这事实上我是。拄好这个机会，咱讲到九二共识，我都要提出来讲。是啦吼，虽然伫这个国民党全大会嘛，当看着讲有这个改革的这个决心啦吼，就是希望讲吼，真正正当正治会当徛伫吼，大家公平竞争的这个立场啦吼。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选看，咱马上再会，拜拜。所以这40岁以下的青年。